2015到18連續4年期勇大戰，竟然喺2026年嘅自由球員市場上面再次出現。洛杉磯兩支球隊喺唔同程度咁樣拆緊隊，傳咗一段時間嘅里奧納德返速龍嘅消息終於坐實，速龍送出英格蘭迪克2個首輪加1個首輪互換同2個次輪，換翻隊史第1個總冠軍嘅 FMVP， 相當於係一單6.5換1。快艇宣布徹底重建，佢哋陣中而家只係得加蘭艾斯亞積遜同2個新秀嘅合同超過咗下個賽季，其他球員下個賽季全部合同年。上賽季夏登出走之後快艇已經冇辦法可以馬上湊到一套以里奧納德為核心嘅更強嘅衝刺陣容出嚟，亦都更加唔想同里奧納德續約提前鎖定薪金。里奧納德自知職業生涯晚期，仲可以有體面嘅告別嘅，或者就係自己曾經奪冠嘅地方。而速龍英格蘭係對位球員，但係佢個表現令球隊失望。下個賽季佢嘅薪金已經去到咗4000萬，同里奧納德就差1000萬。迪克係添頭，填補咗665萬嘅交易缺口，配平咗交易金額。咁樣嘅速龍嘅鋒線確實係好強嘅，班斯、巴列特、里奧納德主打3、4號位，但1、5號位仲係缺人，尤其各支球隊而家喺度追逐緊內線嘅高佬。速龍仲係會諗起輸俾騎士時候，艾倫同埋莫比利係點樣喺內線得分嘅。里奧納德帶領速龍奪冠嘅嗰一年，詹士啱啱加盟湖人。眨眼已經8個賽季，又到世界盃年，詹士仲係要走，因為湖人已經唔願意再俾頂薪，詹士係需要尊重嘅。於是佢已經同湖人嘅高層講咗，自己要離隊成為完全自由球員。隨住堅拿特去太陽，八村壘去馬刺，史馬特有可能加盟火箭，湖人可以專心咁樣為當時去打造陣容。而詹士同其他隊伍簽嘅合同大概會係一份2年5000萬左右。好多球隊都願意支付，包括追夢跳出合同嘅勇士，幫助得到過2個冠軍嘅熱火，仲有職業生涯嘅起點騎士。喺3支球隊裏邊可以獲得最大尊重嘅，當然係騎士啦。就好似里奧納德之於速龍，球隊歷史上面嘅第1個總冠軍嘅獲得者係會被銘記，而且騎士又差3號位，夏登亦都願意跳出合同去等詹士。勇士就想用夢16嘅夢幻合作嚟到吸引詹士再度同居里聯手，為居里嘅1人1城傳奇打造告別巡演。球隊而家做緊2手準備。咁如果可以得到詹士、熱火或者係鋒線身體最好嘅球隊，目標亦只有衝冠。咁詹士可能就要服從球隊嘅角色定位安排。3支球隊3個唔同嘅劇本，只係點都估唔到2015到18連續4年期勇大戰，竟然喺2026年嘅自由球員市場上面再次出現。